你有冇諗過點解有啲客最後會同一個年資比你仲淺嘅同行簽單？好簡單，因為喺佢部電話入面嗰個人日日都出現，而你係佢眼中基本上唔存在。而家玩社交媒體，重點已經唔係你有冇出 post， 而係你喺人哋眼中係邊個級數。當你喺 Facebook、IG、小紅書、抖音呢啲平台，客戶隔幾日就見到你一次，見到你係專業穩陣，又有自己風格，佢心入面自然會標記你做呢個係一個認真做嘢、揾得到又可靠嘅保險顧問。上司見到你成日出現喺市場，會覺得你唔係淨係講係真係有做嘢、肯落手做品牌嘅嗰一個。同行見到你啲內容成日出現，仲緊貼市場話題，慢慢都會覺得呢個人其實唔可以睇小。最重要係當陌生人開始覺得你好熟面口嗰下開始，佢哋就會由唔知你係邊個變成有需要會諗起你。而呢種長期喺度俾人見到嘅感覺，其實你唔需要自己每日焗住坐喺度整圖寫文，保險王 AI 幫你用3分鐘搞掂一張完整嘅專業圖加文案，仲會幫你自動就晒 Facebook、IG、Threads 同其他4個平台嘅玩法，7個平台咧都幫你爭取自然流量，計落一日大概50蚊，一杯咖啡都唔止啦。你就多咗個24小時喺背後幫你出現喺市場嘅 AI 秘書。如果你想睇下3分鐘究竟可以做到幾多嘢，而家掃下面個 QR code 去睇睇我錄咗嗰條實際操作示範片，你會清楚見到你喺客戶眼中可以點樣由透明變成成日見到你。